今仔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伫士师记第9章，来接续顶礼拜咱所讲迄个基甸的故事。即、个士师基甸伊非常有力，然后伊有上帝甲伊三甲弟弟，伊带偌济人去战伊的对敌米甸人，3万人吗？300人，所以顶礼拜的讲道用的题目是300壮士，但是迄个300壮士毋是波斯帝国，毋是迄个斯巴达迄个相战的300壮士，是即个圣经内底史书内底有一个叫做耶和华甲基甸的刀，一个基甸伊嘛是有300壮士。然后接续顶礼拜咱所讲的，即个基甸伊后来带300个人去拍即个米甸人。但是真趣味的是，因真正的武器用的是啥物？因用的是手提扫帚，迄个号角，一支手提扫帚，咱照着圣经的记载，一支手提扫帚，另外一支手提火把。迄个火把的外口是有橄榄底，所以伊本来是迄个物件甲暗的火把就无看，一直到接近的时，入去到对敌的军营的时，才甲迄个火把降开，然后火传出来，焚烧甲。所以基甸用即个方式照着上帝神甲伊三甲弟弟，全入去到伫对敌的内底，用即个方式，全互遮的米甸人家己杀死家己。那用较白的话来讲迄差不多是惊死的啦。半暝在困，困到全有人来，即个一个摕火把，一个摕扫帚，安尼焚的全醒起来，惊吓讲哇发生啥物代志，全家己惊死家己，杀死家己啦。但是即个基甸，伊不只是拍败米甸人，伊阁过约旦河，因伫西边，过约旦河全拍去到另外一边去。我想这是非常，伫当初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当初时的以色列百姓想要叫基甸讲，无，你起来做阮的王敢好？你起来做阮的王，你来管阮，然后你来带阮相战。因为当基甸伫遐做士师的时，互以色列百姓伫遐得到真久长的平静，拢无战事。我想就是因为遐的米甸人，东边的米甸人，西边的非利士人，因为基甸相战太勇猛，全伫迄个所在毋敢搁来拍伊。但是基甸敢有答应要做王？要看觅基甸后来敢有做王？无，伊无做王。伊讲啥物呢？伊讲我毋是恁的王，我毋是恁的王，独只有耶和华上帝要成做咱的王。所以基甸伫迄个中间，虽然伊伫军事顶悬有真大的胜利。但是伊伫迄个中间，伊并无做，但是伊有一个囝，因为安尼看到因老爸做了遮好，全想要起来做王。即个人叫做亚比米勒。即个亚比米勒伊真特别，若是照着圣经的记载，讲基甸有几个囝，讲70个啦。圣经记载70个囝。但是即个所在我圣经安那表，我手里有诶资料一直咧找。其实我安怎算拢算袂好势，是安怎算袂好势呢？因为有诶圣经在内底，伊讲伊有70个囝，然后讲话即个亚比米勒亲像无算。但是了后，佫有讲伊甲即个70个囝拢总杀死，剩一个囝叫做约旦。所以约坦毋是约旦，约坦。但是伫即个中间，我就拢算袂清楚，讲即个基甸到底是几个囝？我咧想是毋是含基甸伊家己都毋知影伊到底几个囝？生了伤济个全囝几个家己拢算袂清楚，所以圣经全约写讲70个囝，是毋是我毋知。但是上趣味的是，即个亚比米勒，即个亚比米勒甲其他的兄弟。是共老爸，无共老母。伊的老母是佗个人？即个亚比米勒的老母是示剑的迦南人。
事业的家人，意思就是伊的老母是在地人，是迄个所在家人的在地人。然后，即个阿比米勒伫基甸过身了后，全走去找伊的母舅，伊的外公，咱的迄个白话字圣经写讲，找伊的外公，找伊的母舅，然后甲伊讲恁是爱基甸的70个囝来管理，还是要一个囝一个人来管理？意思就是讲，你若无讲话，就是基甸的70个囝要来管理，若无，你若互我管，只有我一个人管理。结果即个阿比米勒可能真够讲话，所以讲的，转互遮的母舅感觉讲，阿比米勒讲了有通呢。因为伫当初时，以色列人甲遮的迦南人其实并无完全真好势，其实因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只不过基甸拄好娶到一个迦南的女子，生到即个阿比米勒，所以即个阿比米勒转起来，颠倒想要起来做王。伊因为安尼，找母舅摕到巴力神庙内底70写刻勒的文仔。咱敢会记得伫新约圣经内底记载，去葡萄园做一工的工价是偌济？一个文仔，一个文仔。所以一个文仔有可能就是一工的工价。然后伊拢总摕70个，但是即个单位这是头拄我讲的是新约的单位，即个所在是旧约的单位，伊有可能搁较大。我看到足侪的册。逐本册写的拢无啥共款。有人讲迄差不多是2个月的工资，嘛有人讲伊若下现在可能会当节省2800块的美金。反正安怎算咱就算讲迄是一条袂细条的钱。伊用即条钱转去找无下落的傀儡，意思就是迄落在做游手好闲的人转甲基甸70个囝拢总刣死，伊将基甸阿比米勒将伊的兄弟拢总刣死，敢若剩一个人叫做约坦。即个约坦全走去，即个阿比米勒后来转伫迄个事业的树骹伫遐来设立做王。即个所在真特别，即个所在圣经记载，即个名遮长，伊若是。国语会讲叫做事件橡树旁的柱子，伊是一个形容词，亲像一个物件边仔的条但是伊伫旧约内底有可能是一个地名，伊有可能是一个地名。因为安尼，所以故事继续发展。即个约坦，伊后来无去互刣死，伊全走去到基立新山，去到伫即个所在，全甲遐个以色列百姓。然后甲伊讲，甲遐个迦南的人甲伊讲，伊讲一个故事。即个故事咱今仔日的圣经无读到，咱只有读到第6节。但是即个故事是记载伫第7节，一直到第15节，拄好伫即个经节的后壁。伊讲一个故事，伊讲有真侪树迄个和合本的圣经伊写种树足侪树安尼。有树想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伊。伊全去找足有成就的树甲伊讲请你来做阮的王。伊第一个去找是啥物款的树橄榄树，因为橄榄树伫当初时、伫中东的时是上界有价值，会当做油，迄个油会当抹伤口，会当煮，然后会当烧。伊若烧就是有芳芳伫圣殿内底，伊做亲像一个。油漬迄个烧起来香味足香的，伊嘛会当来当做药来抹，伊嘛会当煮来食，即个非常好。咱现在嘛真侪人在用橄榄油，即个橄榄油是真好的油。所以伊遮个树全去问即个橄榄树，甲伊讲请你来做阮的王。伊问即个树即个橄榄树，结果橄榄树甲讲啥？伊讲我敢通停止生产。要生产啥货？生产迄个，互上帝甲人会当得到尊贵的。讲我敢通去做王呢？我若去做王
我本来是咧生产遮的油的吼，全无去安尼。啊，我油无生产，全行伫飘摇伫种树顶悬，意思就是伫遮的树仔顶悬安尼行安尼说，安尼讲通的。所以即个橄榄树甲遮的树仔讲袂使，因为我有我的工课爱做，我有我的使命，我有我的意向爱做，我袂使做即个代志，我袂当做恁的梦。然后遮的树仔，伊搁去找无花果，甲无花果讲：你敢会当做阮的梦？啊，若伫圣经内底，无花果树上定是上帝的恩典，无花果上帝的恩典。咱敢有人厝里种无花果真咧修行呢？有吼？啊，恁兜的恩典有坐无？有吼？真多好是无花果在结果子的季节，所以可能真侪人拢有无花果。啊，伫台湾我敢若捌看过大的无花果，我是来到遮才看过青的迄个无花果，看到真特别。啊，第一年来是看到较有迄个水果遮歹的，看到会惊无啥敢食。第二年食看卖，到今年第三年，我就感觉无花果足好食。我想人拢伫环境的过程爱适应。看到即个物件来学习。无花果树伫圣经内底上定上帝的恩典，所以遮个树仔，伊搁去问即个无花果，甲伊问讲：你敢会当做阮的梦？你真有成就，你敢会当做阮的梦？结果即个无花果树甲伊讲啥？伊讲：我敢会当停止结甜水的果子，然后行伫飘摇伫种树之顶啦。我敢会当无结我的果子，然后去管恁遮的树仔咧？我袂使。所以即个无花果树嘛，甲伊讲，我袂使。到第三个种树，伊搁去问第三丛树仔，伊去问葡萄树，甲葡萄树问讲：你敢会当做我的？哇，葡萄树伫圣经内底嘛是非常重要的，伊会当做酒。啊，主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所以爱结连伫我的内底，你才会当结果子。所以葡萄树内底，葡萄树伫圣经内底嘛是象征一个非常重要的树仔。遮个树去问葡萄树讲：你敢会当做阮的梦？结果葡萄树甲伊应啥？我敢会当停止出产，互神甲人欢喜的新酒啊！哇，有即个葡萄树所结出来的葡萄来所做的酒。互人欢喜，互上帝欢喜啊！所以我敢会当停止无来结果子，无来有即款的痛苦。所以葡萄树嘛，甲即个树仔讲袂使，我嘛袂当。最后，因来问啥物人？因找到一个刺皮荆棘，因专去问即个荆棘讲吼，啊无你敢会当做我的梦？啊，即个荆棘。伊有啥物贡献？荆棘有啥物贡献？刺皮有啥物贡献？伊无贡献，因为刺皮本身就是游手好闲啊，伊无代志做啦，伊要咧生产啦，伊敢若逐工闲闲住遐看啦，然后咧找人的空，找人的徛，啊，然后当着遮个种树甲伊问讲：你敢？请你来做阮的王刚好，请你来做阮的王。即个刺皮全甲应讲好啊！你若爱我做恁的王吼，你着爱来我的树荫下底。啊，若无吼，迄个火原对刺皮内底出来，甲遮个树仔拢总烧掉。哇！即个刺皮用威胁的口气，甲遮个树仔讲好啊！你若爱我做王吼，你着来比我遮。啊！你若无互我做王吼，我要放火甲你烧。用即款的口气来咧甲遮个树仔讲。约旦，伊去到基利心山，转甲当地人讲即个故事，然后伊讲啥物？伊讲啊，真正有才调做王的人，伊毋敢做王，因为伊有伊的使命。但是遐个刺皮。无法度做王，然后无贡献，敢若会害人的人，伫迄个中间想要起来做王。
所以遮有一个足明显的两种的人，一个是无用做王的，甲一个想要做王的。遐个无用做王的是啥物？是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因拢有贡献甲生产力，尽忠职守，应行益人。因伫因的信用，伫因的工作，伫因的社会，伊一直咧贡献，伊咧行伊应该行的路，伊咧做伊着做的事。但是即个气魄，想要做，因为伊无代志通做，伊受过用，所以伊敢若有害处，无利益。伊伫即个中间要做要害人。我想即个故事伫圣经内底出现是一个真特别的。因为互人看见，伫当初时的人，当因去找基甸要来做王的时，基甸无要做王，伊讲我袂当做你的王。但是只有迄个阿比米勒，迄个无贡献的人，伫迄个中间颠倒想要起来做王。我遮有几百图，这拢毋是我翕的，我想要互咱大家来看卖，来摇看卖，即几百图内底有啥物特别的所在？树啊！这毋是我翕的吼，我因为即篇文章的关系，所以我等于咧找我翕的相片内底，敢有翕到这，结果我一直拢找无。若回复用吼，有机会咱会当出来看卖。你看到啥？树啊吼，可能无啥物特别，看无啥会出来。搁一张，嘛是树啊。你看到啥？看到啥？美合作会。美合作会。啊，搁有咧。看到像蛇呢吼，同一个方向。过来。这拢共一种的树啊，三张无共款啊，但是即个内底的树啊，拢共一种的树啊，真内底的树啊嘛共一种的树啊，真咧嘛是共一种的树啊，但是你看到有啥物无共款真水的画面无？我毋知影你敢看会出来吼？这样像迄一抓空的呢，这是无共丛的树啊，但是伊树啊甲树啊的中，亲像会安那分开会让一个芳，伊会让一个芳，亲像迄个水稻安尼吼，足奇妙的哦。我想咱若伫温哥华看会当有机会去看卖无？我因为看即篇文章，我才知影树啊有即款的现象。敢有？你翕相的时，敢会看到安尼？会哦，会看到即个亲像会浪芳安尼。嘿，伊会留树啊甲树啊中间会留一寡空间，所以伊会有一个足水的纹路出来。迄个纹路，佮像咧修正过安尼吼，修过迄个感觉。即个就亲像迄个豹的纹路安尼吼，有迄个画面出来，足特别的。即种的现象，若是伫即个文章内底伊讲的吼，我找过即个文章的原始的注解，这是伫迄个 FB 顶悬的一篇文章。伊讲哦，即款的现象伫热带雨林，也是热带树丛内底会较明显。但是咱差不多一开始看遐拢是会落叶，所以那个看起来像是温带的树。伫即个中间，伊树啊甲树啊之间会让一个芳，会让一个芳。若是对空中翕落时，树啊看起来亲像安尼，这咱可能就捌看过。伫热带迄个一寡相片内底吼，还是迄个 Discovery 内底都有机会看到像这个。咱若顶悬看来是安尼，但是下底看起就有可能是安尼。这是一个树木内底一个真特别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伊要讲的意义是啥物货？伊咧讲树啊甲树啊，这个嘛是吼，一个看咧亲像一个河，一个河安尼吼，全经过对中间经过，两边袂相容。伊所要表达的是啥物？伫即篇文章内底，伊讲
这是树木甲树木之间互相的尊重。啊，这个尊重包括甲彼此留迄个空间，什么款的空间？生存的空间。意思就是我无侵犯你的空间，然后你嘛留一寡空间，互我会当生存。然后伫即个中间，树啊甲树啊，伊会成做一个真特别的区域，一个树丛，所以因彼此伫遐服侍。但是伫即个区域内底，有可能其他的树啊走袂入去，其他的树种有可能会进不去。所以伫即个中间，伊嘛互相成做集体，因毋是一丛孤单的树啊伫遐，总是因是一群足侪树啊会当规定伫遐，啊互相伫遐保护。互相做集体。我想即个中间真特别的是，树啊伊会安尼做，为着保留人树啊甲树啊之间的生存空间。啊，若人呢？人甲人之间是毋是嘛爱需要留一寡空白的空间？有时啊，人甲人相近会相打，会相吵，敢会记即？进前的讲道，捌放一篇讲，咱拢掠准教会兄弟，大家互相做伙相揽，对无？真好。啊，但是事实上是啥？事实上是每一个人身躯拢有刺，揽落的时咧，两个人拢着伤。我想即个图伫即个中间，就是开始要讲，树啊甲树啊之间会保留一寡的空间，然后大家做伙大。人甲人之间嘛需要保留一寡的空间，然后互相袂受伤。受过近，有时啊人颠倒伫迄个中间的受伤。是安怎要请你来做阮的吼？今仔日我用即个题目伫即个所在，其实是非常特别。是安怎遐的树啊要去找葡萄树、无花果树，还是要去找迄个橄榄树来做因的王，是因为因无想要负责。当因去找基甸要来做王的时，其实因期待讲啊，基甸，你来做阮的王，然后后摆拢免相争，因为你已经太有名了。所以以色列百姓伫迄个中间会袂记起我家己到底爱负起什么款的责任，我家己到底需要做啥，伊将遐责任拢撒互基甸。全基甸你去做就好，但是基甸伊无想要伫迄个中间做王，伊讲咱拢总共款，尊主最大。所以咱伫信仰伫上帝面前是共款，是平大的，毋是伫迄个中间，什么人要做较大，什么人要做较细。但是对伫亚比米勒，迄就完全无共款。亚比米勒伊想要做王，因为伊要尊家己做大。因为伊伫迄个中间来看见，亲像互人真尊敬，会当成做一个真有关系的人，用迄种的关系来成做伊人生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伊毋是真正为着以色列百姓好。遮个树啊，即个故事内底所讲的，遮个树啊嘛同款。是安怎伊要去找遮个好的树啊来做王？因为我家己无法度面对阮的问题。我家己找无我家己人生的定位，我家己找无我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啥货，所以我要来立一个王，用迄个王来成做我的管辖，用迄个王来帮我尽我所会当应该爱尽的责任甲义务。啊，若上简单的来讲，就是找一个王来解决问题。亲爱的兄弟。咱若当着问题时，咱用什么款的心态去解决？前一站有一个青年真趣味，伫遐咧讲吼，伊足想要嫁，讲伊足想要嫁，是安怎要嫁？后来较知影，是安怎足想要嫁？因为伫工作顶缘安怎做就袂顺啦。所以若会当找一个查甫的嫁伊嫁安尼较规气啊。安尼意思是啥？我就免负责任嘛。我找啥物？阮翁甲我负责任就好啊。即个心态我想嘛真好啦。恁若会当找到一个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人嫁安尼也袂歹。恁若会当保证讲，你去因兜会当做迄个白雪公主我想就无问题啊。
但是真侪时，咱所拄着的人生毋是安尼。真侪时，咱所拄着的人生是，我今仔日伫遮有我的责任甲义务。总是当我换一个角色了后，我有另外一个责任甲义务。人伫家己真好的环境内底，想要来找一个突破，但是当咱换一个环境了后，咱全毋知伫迄个中间要安怎解决。所以想要找一个人，想要找一个王，想要找一件代志，假使迄个物件若会当来，会当取代我的责任甲我的义务的时，迄敢毋是介好？真可惜，伫咱信仰的过程中间，毋是即款的情。伫咱信仰的中间，咱所要负责、咱所要面对的是，咱家己爱面对咱家己的上帝。无人会当替你来取代，无人会当替你来尽你的责任，来认捌你家己的上帝。我想有真侪人伫即个中间会问讲：啊，我要安怎知影？伫两个无共款的环境的中间，我要安怎来决定我的角色？是安怎阿比米勒会伫迄个中间想要做王？就是因为伊夹伫两个无共款的文化内底，一个是以色列的文化。有伊的老爸基甸，成做一个足好的王。但是伊家己的老母是当地的迦南人，所以伊有另外一套的方式。今仔日遐个迦南人看到以色列百姓讲：哇，恁遮尔强，我嘛想要来学你。啊，我若会当学你用即种的方法，我嘛来做王的话，安尼敢毋是搁较好？真侪时，一个人伫一个环境真单纯。但是，当一个人伫两个无共的环境，爱满足两个无共款的状况的时，有时人真歹伫迄个中间做决定。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台湾人，还是你是加拿大人？你感觉你是台湾人的，请举手。哦，大部分拢有举手。啊，你感觉你是加拿大人的人，请举手。哦，嘛是真济哦。请问你是有中华民国国籍的，请举手。哦，差不多嘛，足济啦。啊，你是加拿大国籍的，请举手。哦，啊，差不多大家拢举了呢。安尼，我想要请问，你到底是台湾人还是加拿大人？其实真济时，咱的答案是拢总是，对无？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才会叫做移民嘛。咱有咱原来的文化，总是去到另外一个新的国度。咱对原来的国度文化去到新的所在时，咱有无共款的接纳。但是我要请问，伫即两个文化的内底，你安怎做你的认同？你将你的台湾文化优先，还是加拿大文化优先？我想即个问题有时无啥好回答，但是较简单的思考就是：你来遮偌久？对我来讲，我细汉拢伫台湾大汉，所以对我来讲，加拿大文化是一个新的文化。我是来了，甲我的家庭来到遮做伙学习，所以对我来讲，可能台湾文化我较熟。但是咱中间有真济咱的囡仔，甚至是孙仔，是足细汉就伫加拿大来遮读册的，甚至是伫即个所在出世的。咱若是对伊来讲，台湾文化优先，还是加拿大文化优先？伊会认同伊是台湾人，还是伊先认同伊是加拿大人？我想即个结果会甲咱中间一寡老一辈人答案会无同款，因为因所受的文化、因生活的环境拢无同款。但是问题是，拢有可能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迷失伫自我的认同内底。对伫语言，有可能咱的囡仔甚至是孙仔，因的英语比中文较好。有可能对伫遮的文化，伊对加拿大的文化、白人的文化，比对伫
台湾的文化要搁较深。所以当伊伫家庭的中间，伫讲到爸囝之间的关系时，伊会用甚物款的文化来优先做伊思考的模式？伊有可能用加拿大的文化，但是咱呢？我要搁咧用台湾文化的思考。我想这毋是对毋对的问题，这是因为移民是对一个文化刷来到伫一个文化的中间，所以囡仔伫迄个中间有无共款的学习，迄甲咱过去的经验完全无共款。所以咱会当伫即个中间来看到台湾甲加拿大，伊有时文化国家会拄着冲突。有时观念会伫即个中间会无法度一致，所以咱会迷失咱家己的认同甲角色。有可能咱中间真济，包括我家己在内，会想讲，是安怎我的囡仔会安尼想？通常有几个原因，伊的想法甲我的想法原因会无共，原因有几项。第一个，时代无共。因为我的时代甲我囡仔的时代无共款。第二项，文化无共。因为就算我的囡仔，阮遮来无够2冬，我的囡仔伫学校读册，因所读到、学到的物件，甲我的经验完全无共。第三个，伫时代变化的中间，有时咱毋知影。新的时代要行甚物款的方向，所以我的囡仔无法度用，我搁较困难用。举一个例，咱一直咧讲 AI 人工智慧，所以有可能几年后，咱会开始有人工智慧，会有机器人所开的计程车，已经有大众捷运、有公车，但是你敢知影？已经有一个。AI 智慧的教会成立啊！迄个教会内底无有一个活的牧师，伊是用机器，伊是用电脑运转去产生一个牧师，然后牧养迄个教会。你敢有法度想象？意思就是无久的将来，牧师嘛会失业啦。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要安怎变化，咱唔知影。但是有一个真重要的是，基督徒敢是移民？是，基督徒是移民，是对这个世界要移民到天堂。好，也是讲这个社会较准，要对这个世界移民到天国。今仔日咱是伫一个2个世界内底咧活。咱读圣经，认捌上帝，咱接纳天国的福音，总是咱生活伫这个世界。那安尼，敢会有冲突？正常来讲，拢会。因为伫世间所用的经验甲方法，甲咱伫圣经内底所读天国的经验甲方法是无共款的。那是伫咱的社会所讲的是啥物？你着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讲你着爱，人拢讲中国的吼像狼，啊台湾囡仔吼像羊，因为不够凶狠。但是咱的圣经甲咱讲啥？甲咱讲吼，你着爱尽心尽意尽性听你的上帝，搁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安尼我要安怎甲人竞争？我逐项好诶拢先牛人，我要安怎甲人竞争？今仔日咱伫即个世界，甲天国诶法则敢有共款？事实上有真侪物件是完全无共款，但是咱要安怎伫迄个中间来做调整？尤其是伫咱诶教会内底，到底什么物件是优先，什么物件是第二项用？那我讲。伫教会内底，信仰的团体爱优先于联谊的团体。意思就是，今仔日教会甲即个世界上有真侪团体，甲同乡会、甲联谊会、甲协会，上界大的无共是，
教会第一优先是信仰的团体，是用上帝耶稣基督的听，甲伊的教示来成做咱听人的法度甲准则。咱用迄种的方式来学习听人。第二个，伫教会内底学习服侍，优先伫互人服侍。意思就是，当你伫一个社团内底，你抱着一个态度，讲我去，我就是伫迄个中间，要会当拄着什么款的好康的，但是来到教会，你要换另外一个方向来想，来到教会，你会当找到什么款的地位，什么款的所在来服侍人。上帝啊，我来到教会，我会当做啥物？我来到教会，我会当互人甲上帝欢喜无？我来到教会，敢会当亲像无花果常常结果子，互人食饱？我来到教会，敢会当亲像葡萄树结果子，然后做成酒，互上帝甲人拢欢喜？我来到教会意义到底是啥？第三项，来到教会，先建立甲人的关，先建立甲上帝的关系，才来建立甲人的关系。来到教会，第一个，你爱先找到上帝，然后甲兄弟姊妹三听，互相扶持，做伙跟对上帝。这些是咱教会甲外口社团上界无共款的所在。然后第四个，伫教会内底是用上帝的听来听人，毋是用你的听来听人。因为用人的听来听人有标定，用人的听来听人，你就要合我的意；用人的听来听人，你就要符合我的资格。用人的听来听人，你就爱生活欢喜。但是用上帝听来听人，完全不是安尼。用上帝听来听人，是包括迄个我感觉无可爱的人，嘛爱做伙听。亲爱兄弟，这有简单无？非常无。但是咱嘛会甲遐个树仔共款，请某一个人来做咱的王。咱嘛有可能甲遐个树仔共款。咱找一件代志来做咱的王，所以当咱有一个王来替咱处理这件代志的时，咱会当毋免家己去面对上帝，咱毋免去家己来面对咱伫教会内底服侍，咱毋免家己去面对我做一个基督徒，要安怎对世界这个地面上来移民到天国。亲爱的兄弟，做一个基督徒要移民到天国，无遐尼简单。你若真早信主，搁早死吼，可能减受苦啊！你若是真早信主吼，啊，搁足长岁寿的吼，哇，一声就真忝呀！因为咱有太济功课，爱伫即个中间来学习。咱有啥物款的功课？咱的功课学袂了，因为咱伫咱生活顶悬有真济无共款的方向，拢需要咱的思考。咱来避免。咱毋是要找一个王来治理人，总是咱爱先找到咱家己的角色。伫法律上界爬就是，你若同齐有台湾的国籍，搁有加拿大的国籍，你是毋是有可能两边拢爱报税？那安尼你爱满足两边拢爱有教育的条件。啊，若是伫无共款的环境中间，咱的文化。会拄着冲突，伫迄个冲突的中间，要安怎甲咱的囝儿世世，甚至是孙仔，伫做法、伫语言上，会当有一个好的沟通。我想这嘛是咱真大的挑战。然后伫咱家己生活顶悬，因为无共款的文化，所以互咱亲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含话就讲袂落。亲爱的兄弟，这个功课拢毋是简单的功课，这个功课非常困难。
这个功课毋是一工两工伫即个所在讲就会通，有时对着时间哪行哪久长，甚至是时代哪来哪先进，和男女之间的关系就会改变。咱敢知影？加拿大境的移民法内底规定，你只要甲一个人同居较听有啦吼，同居1年，你就会当依亲申请移民，不论男女。意思就是查甫的甲查甫的做伙敢会使？会啊。查某的甲查某的做伙敢会使？会啊。我无任何的歧视，我只是咧讲一个现象。这就是这个世界。今仔日这个世界，毋是你爱，还是我爱，就会使。今仔日这个世界，毋是咱会当伫遮来控制。思想，莫想讲会当找到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心理的医生，任何一个牧师，任何一个朋友，就会当解决两个无共款思想的人的问题。一定爱你家己来面对，咱家己来解决。语言，你家己讲台语，伊甲你应国语；你家己讲国语，伊甲你应英语。安怎讲就斗袂济？亲爱兄弟，我毋是咧恐吓大家。今仔日我只是伫即个中间来面对咱今仔日所面对的问题。咱会当关起门来讲，咱足欢喜的学了上帝，但是学了上帝背后是上帝啊！我软弱，求你帮助我。愿咱伫生活顶悬，无论即场人生观，也是咱的信仰内底，咱毋是去找一个王来治理人，咱是去找着咱家己的角色来面对咱的人生，面对咱的上帝。今仔日咱来到伫教会，你的重担并无较轻。今仔日因为你来到伫教会，所以咱解决的方式搁较困难。要安怎解决？愿咱拢会当亲像基甸共款。当以色列百姓要要求基甸做王的时，基甸讲：我袂当做你王，因为我爱搁服侍上帝。愿咱每一个人嘛有即款的心志。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互我面对我家己的困难，我家己的挑战。求你加添我气力，互我伫所行的努力，找到我的角色。咱三个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困求，因为阮知阮袂堪钱，阮亲像阿比以勒一样。靠着家己的气力，想要做好，总是阮知，阮必须家己去面对阮人生的功课。有真侪事，阮无法度，阮改变不了，总是恳求主上帝，你成做阮的王，互阮伫阮生活内底靠你来学习，靠你来得胜。当阮看见即个世界的改变，超过阮会当控制的事，主啊，互阮毋是找到另外一个借口来讲阮无法度适应，反倒愿你成做阮的王。当阮来看见即个世界的时，阮犹原会当用欢喜、娱乐、荣光你的名。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伫教会内底，阮不只是用笑面欢喜来面对阮的兄弟。总是来用阮的兄弟，成做阮的帮衬，互相扶持，互相相牵，互相向前行阮人生的路程。主，求你帮助阮，互阮毋是只有黄面无看阮的难处，互阮更加愿意勇敢，将阮的难处放伫你的面前，向你求讨讲，主啊，帮助阮，互阮伫世界地面上要移民到天国去的时，阮也会当适应，提早适应天国你所要享受阮的稳定甲福气。愿你甲阮三个同在，安尼祈祷感恩。
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